唔該晒。好，咁啊，而家進行緊嘅呢，就係第31場男子團體 B 組初賽嘅第2場。賽道1係中建國際，賽道2係柏二龍，賽道3係志同道合龍舟會，賽道4係翠華船無娛樂龍，賽道5呢係漁灣之友，賽道6係喪 X 體育會。哇，6線就慢慢開始領先啦。5號線、2號線亦都緊隨其後，咁啊，但係見到2號線好似奮力直追緊喎，睇下邊個可以馬上到終點。喂，咁啊2號線又真係領先到達終點，緊隨其後就係6號線道。咁啊，而家咧就所有嘅隊伍亦都係去到終點啦。